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，讲要来退出66个违反美国利益，也是甲美国的利益无关系国际组织甲国际条约。而且川普政府搁再讲，会继续来盘点退出的名单，有可能会继续增加。美国白宫在设伫官网刊登的文告，就直接讲重点，提出一寡国际组织甲条约的理由，都是伊拢甲美国的利益违背退出的形式。包括袂阁参加相关组织的活动，甲停止动用政府预算资助即寡组织，甲因的计划。川普政府将这66个组织分做两类，首先是无属于联合国体系，毋过真侪拢是由联合国支持成立，也是甲联合国来往密切，包括无碳能源公约、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等等，总数达到35个。基础都是属于联合国体系内的部分，像 UN 经济甲社会事务部、UN 气候变迁公约等等，总数达到31个。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，川普政府将这寡国际组织甲条文归类做所谓偏左甲轻文化产物，定伫能源环境等各种议题，甲美国牙结果，所以动用政府预算资助这寡组织甲计划，违背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，甚至侵害美国的主权。事实上，川普伫第一任期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理由是甲美国理念袂合。伫拜登政府2023年中心加入了后，川普第二任期开始的2025年7月，佮宣布自动退出，会伫2026年底生效。所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，川普自动入驻白宫了后，2025年7月就以 WHO 处理新冠疫情不当，决定退出。国务院伫官方声明中指出，美国爱抗拒国际间做代志无变通的惯性。美国有愿意甲国际间进行合作，也毋过前提是需要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。对于川普政府宣布联合国甲相关的国际组织，还未做出回应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